这个国庆宴会要参加演出的灭火器乐团的主唱杨大正，事后嘛朴文秋来质疑，讲要通告表演舞台的艺人车道，这个民众徛甲满，因要登台都要袂赴路，所以就请警方协助开路，结果互警方甲因拍枪，讲大家拢看宴会，才要插人的，互杨大正是真袂爽。警方是回讲，这个的活动并无规划艺人车道，而且同时当咧放烟火，周边道路的照明嘛拢关起来，若是强行开路，恐惊无安全。可能嘛是现场的声量伤过大声，关键是带大声来讲话，才会来引发着误会。112年国庆宴会暗会，乐团灭火器受到邀请来演出。严歌乐团的主唱杨大正事后伫面册顶原来抱文章，讲前往表演场地艺人车道满拢是民众，离上台敢若剩20分钟，因拜托警察协助管制交通的时，对方竟然甲因讲，大家拢咧看宴会，送惨电。严歌警方强调，活动中并无规划艺人车道。原本工作人员规划为会场为南平礼拜，严歌乐团是为北平礼拜，因为当时当咧放烟火，附近的路顶全部关起来，而且有袂少的民众当咧看烟火，若是强制开路，恐惊会有安全记录。焰火释放期间，周边环境声响较大，很有可能是提高对话的声量，导致造成误解。后来乐团为汉翔公司边爱门入来到会场，对这件代志，市长罗秀燕向乐团来回释理，而且昆庭因要求准时就台的认真态度，也认同警方考虑到安全，管制动线作为。他们希望能够及时上台哈，那这个心情我真的非常感谢。杨大正他们跑错路，那也是事实啊。如果我们为了一组艺人破例给他开道，给他进去，那现场的民众绝对反感了哈！如果愿意的话，我愿意哈，我愿意。第一个，我表示拍摄，我们警察同仁为了这个事情也有点委屈，那灭火器也有点委屈。我愿意请大家来吃台中美食，我做个东哈。现在就来追吧，我男友就在我身边。除了灭火器乐团，艺人安心阿也出现，伊也搁咧和后台警员较近位置时，头前就申报音乐的爱乐状况。后退点是不是？可以。哦，对不起，太近哇！刚都太近了吗？怎么办？音乐下了。若舞台设计莫互民众未甲变过，艺人后壁的观众位是坐甲伫满，严过头前的贵宾位拢无啥人。艺人面对着空空的位唱歌跳舞，实在有够爱叫。另外 ，VIP 歌手也有接送车，拢和民众线条的路线同款，动线的规划是正不良。国庆宴会虽然结束，严过艺人和民众对这场活动加减拢有不满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